即刻大家不要吵啊哈，做好自己的功课，我去换你们班主任过来哈。不准这样的！不准这样的喂！那你想點啊？我大英兒這樣了，笑咩喺佢笑啦？跟手企身！幫我解開呢份。你做咩冇企身啊？解開啊！喂！你手係咪係識得跳舞噶嘛？做咩個手綁喺嗰個凳嗰度啊？呢，他綁我的咯。吞出嚟！再熱音樂正經寫，係着件衫先着得咁靚。咁中意笑哈。兩個人面對面笑成這樣，先生，我睇邊個咁笑？上課喺個大聲亂講亂，隔離班無知以為做咩嘢嘛？喺個笑喺個笑。當我冇到，看對方啊，看邊呢？看冇啊？